大摆照北风菜抢出来是不开始起价，不过你也看到，作为开始就当到连锁卖场，也是行销，记得会抢出月卡涨卖6个元tiền。因为风菜外围款料已经影響到台灣，菜價要略個變貴，當到民眾為咗佔便宜，係咪唔驚風唔驚水，就到大賣場去搶購。就算傳統市場地度買菜嘅人比平時還較少，唔單止係因為北風菜菜起價，係小婆阿妹做到啲好咧，都起價之前先買好搶菜，你係唔關要全期都影響唔到見。我想說下雨天菜都貴嘛，買肉類啊，做個小火鍋啊，就這樣子啊。今天有一個，明天就可能就很恐怖了。除了傳統市場以外，因為連鎖賣場特別上菜落價，一紮搶菜跟他賣6塊，人資較便宜，因為賣場地度人會較多。咁看到賣場呢片，你看哦，27塊嘅菜，一下就比人賣搶咧。唔過，從你30塊嘅旺菜就較少人會來買咧，因為比較起來，還係吃到會較貴啲一些。今天菜的品質還算不錯，沒有傷到菜。颱風還沒有傷到菜，趁品質好的時候趕快來買菜。當年風菜經報發布，搶菜嘅價勢就會開始起。唔過佢連鎖賣場，確係要降價促銷。唔過連下嘅搶菜總係係盲目風菜之前搶收嘅，等到風菜之後咧，可能係會過起100。香港新聞林建宇、廖文輝特別報道。